其實係我哋皮膚一啲正常嘅寄生蟲嚟嘅。咁但係我哋肉眼睇佢唔到，佢大概咧只有0.3至0.4 mm 咁長嘅啫。咁呢啲毛囊螨蟲喺我哋皮膚裏面共生，一般咧就唔會產生咩問題嘅。但係咧玫瑰痤瘡嘅病人，咁有研究發現，原來佢哋皮膚嘅毛囊螨蟲咧比正常人多幾倍，甚至乎10幾倍嘅喎。呢啲毛囊螨蟲嘅代謝物啦，同埋咧佢哋本身可以帶有一啲細菌咧，刺激我哋皮膚裡面嘅免疫系統，導致我哋皮膚發炎嘅情況嘅。同時間咧，有一啲人咧對呢啲毛囊螨蟲嘅代謝物咧，或者佢哋嘅抗原有一啲異常嘅反應，所以咧佢哋嘅發炎情況咧會更加加劇嘅。咁呢啲毛囊螨蟲引起嘅玫瑰痤瘡咧，有一啲人咧會覺得係咪我做得清潔唔足夠咧而引起，所以咧佢哋會進行過度嘅清潔。其實呢啲過度清潔咧會令到我哋皮膚嘅屏障功能減弱，從而令到個發炎反應咧更加嚴重嘅。除咗毛囊螨蟲之外，其實玫瑰痤瘡都有其他因素引致嘅，包括咧紫外線啦、過度嘅熱啦，或者太凍嘅環境啦，一啲不當嘅飲食習慣，例如食一啲辛辣嘢啦，或者飲酒啦、壓力啦，呢一啲咁嘅因素咧都可以令到發炎反應更加加劇嘅。玫瑰痤瘡同埋暗瘡咧，有時都幾難區分嘅，因為咧佢哋都會有啲帶有膿皰嘅丘疹喺我哋嘅面上面。咁我哋可以從呢啲咁嘅丘疹嘅分佈咧嚟分辨兩個病。玫瑰痤瘡咧通常係發生喺我哋嘅面頰兩邊啦，同埋鼻尖。但係咧暗瘡咧就多數喺出油嘅位置，包括我哋嘅 T 字位啦，同埋下巴嘅位置。而呢啲帶有膿皰嘅丘疹咧，喺玫瑰痤瘡看起嚟咧就會比較一致性嘅。但係咧暗瘡由於佢係因為好多嘅因素引起啦，有細菌感染啊、毛囊角化同埋我哋嘅油脂分泌旺盛，所以呢啲丘疹咧都會有一啲唔一致性嘅，包括咧有啲人會有黑頭啦、白頭啦，或者帶有膿頭嘅一啲膿瘡。咁呢啲膿瘡咧撳落去咧，亦都有機會有啲痛嘅喎。另外，玫瑰痤瘡嘅患者，佢哋嘅面頰啦，或者佢哋嘅鼻咧，都會有一啲微絲血管增生嘅情況，同埋咧亦都會好容易泛紅。咁有啲病人咧，甚至乎有啲眼部嘅症狀，包括眼乾啦、眼紅啦，或者眼睛發炎咁樣嘅情況嘅喎。玫瑰痤瘡令到患者皮膚成日有泛紅嘅問題啦，同埋皮膚又變得敏感。其實呢個情況好影響病人嘅自信心、社交，同埋俾到佢哋好大嘅心理壓力嘅。除此之外咧，其實長期嘅發炎咧，唔止係泛紅問題嘅，佢哋嘅皮膚咧會變得粗糙啦，毛孔又變得粗大。如果係發生喺鼻度咧，有機會變成酒糟鼻，鼻咧都會變大嘅喎。咁咧以往咧，我哋治療玫瑰痤瘡咧，好多時都用到一啲外用嘅藥物，包括杜鵑花酸啦，或者啲外塗嘅抗生素。而嚴重啲嘅患者咧，我哋就會用到啲口服藥，例如口服嘅抗生素啦，或者口服嘅二維 A 酸。而一啲純粹泛紅嘅病人咧，我哋就會用到一啲光學嘅治療去治理嘅。近年醫學界發現有啲外用藥膏可以針對由毛囊螨蟲引起嘅玫瑰痤瘡。呢啲藥膏咧可以減少毛囊螨蟲嘅密度啦，同埋有抗發炎嘅作用，大大咁減低玫瑰痤瘡嘅丘疹同埋膿皰。咁研究發現咧，大部分嘅患者用2-3個星期咧，已經發現症狀得到改善。如果佢哋用夠16星期嘅話咧，會發現咧佢哋嘅病情有超過80%咧可以減少㗎。呢啲藥膏咧亦都可以長期咁樣控制患者嘅病情嘅喎。咁咧佢哋嘅復發中位數咧，對比起一啲傳統嘅藥物咧，可以延長超過1個月。而呢啲藥膏咧都不含類固醇啦，性質亦都比較溫和，所以咧都適合長期咁樣使用嘅。玫瑰痤瘡患者日常生活咧，其實可以配合去減低個病情嘅。首先咧，從我哋嘅護膚品開始啦，盡量用一啲溫和嘅清潔液，唔好有酒精啦、酸類啦、香料啦呢啲咁嘅成分，因為呢啲成分咧都有機會破壞我哋嘅屏障功能，令到發炎加劇嘅。另外要注意保濕，加強我哋嘅屏障功能，仲要每日搽上防曬霜。因為紫外線咧已經係已知一啲會令到玫瑰痤瘡惡化嘅因素，
最好咧就用 SPF 30度或以上、PA 值高嘅物理性防曬。另外咧就係日常生活裏面喺飲食方面咧，亦都要多加留意嘅，盡量避免一啲辛辣嘅食品啦，熱飲要攤凍啲先去飲，同埋咧亦都要避免酒精嘅飲品。低壓嘅生活啦，同埋充足嘅睡眠咧，可以減低發炎反應嘅。如果有症狀，亦都要及早求醫啦。但係咧，大家都要明白啦，因為呢個係慢性病嚟嘅，所以治療嘅過程咧都需要啲耐性，有機會可能要幾個星期或者幾個月先慢慢見到改善。咁同埋亦都要配合醫生嘅治療方案，千祈唔好半途而廢。